看唱片。我刚来买好多 CD。这也是 Waterloo Plan。我其实几年前自己一个人去荷兰旅行过一次，然后我一直觉得荷兰就跟新竹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像我们新竹有一条护城河，那旁边就是人行的步道，然后一些老地砖，然后很适合散步。那荷兰是这样的场景，大概乘以 N 倍。走一条运河，过一个口，下面又一个运河，然后又一个街道，又一个口，然后非常密集的，很有人的味道。因为我跟团员都一直说，哦，这个地方好像新竹哪里，那个地方好像新竹哪里，在荷兰这个国家里面找到很多我自己家乡的样子。行过老市场的柑仔店，总会怀念较早的生活。北门通甲东门城，车头徛甲西海岸，风吹来一冬过一冬。细阿公用过安油洗，我干讲伊个大牌，莫上了袂硬过。有就是亲像我本意的，甲讨论每好做时间唔系安用因。我阿太东爱把总强杀对因，全世界上加攀下加去风景，该路个东行到该路个西，该着加做个名号系莫因唔的，唔讲伊唔的，咱讲跳是地面了了风讲个事情全部是在讲起了下一堆小屁，上摆乱乱去落我个面皮下进。我因看唔起，因讲这天小秘密，而万千杂唔离。那丢个作用时间长天眼神努力，讲了的故作事情在做当红傻屁。我当上转到高兴驾驶，有意义。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遐。风景途中伴着上映，上映传遍了世上心，像是天然飞机，途爱转移。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登甲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
辛苦哦。我是小轩，我现在是在 Young Team Productions 担任国际专案经理的角色，然后平常主要在做的工作就是协助台湾的乐团进行一些国际的交流。那我跟子轩的认识就是那时候2014年，我是在这场音乐担任那个企划，那子轩刚好那时候是公司的艺人。我跟子轩第一个做的企划就是三线平快，它是一个走唱计划，不同于一般乐团可能是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我们当时想要传递的一个精神，就是说黄子轩与三平快这个乐团，他们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台慢火车一样，就是说在这一个变化很快速的时代里面，它不是主流的，它是比较走支线的，但是它可以看到的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火车，对啊 ，slow train 啊，你看它太那么慢。这次到荷兰要到哪一些地方去做巡回的这个过程是蛮困难的，因为当这个乐团就是它在欧美的市场里面完全都还没有任何的轨迹的时候，我们要从零开始，所以很难去做一个像就是售票的巡回的这种正规的巡演，所以当时候才转一个念头想说，那还是我们就是走一些比较非正规的表演场所，比如说是酒吧，或者是在市集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船上，就是这些地方。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还是第一个要找到你的客群在哪里，以及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巡演这件事情，事后能不能有更多的后续发酵，或者说是不是可以真的在当地有找到我们的乐迷。三线平快这个巡回，它其实从2014就一直有在做嘛，然后甚至到后来也去了日本，然后这次听到说要去荷兰的时候，其实就哇，要真的到一个真的坐飞机要坐非常久的国家这样去。这次蛮意外的是说，认识了很多居住在当地、旅居在当地的台湾人，看到我们去演出，非常高兴。Let's talk in Hakka。很衰嗌，人哋講